来看高雄有宗教团体将举办祭仪，虽然有申请落款，不过却是伫咧主要干道咧烧规大堆的金纸，而且佫家己伫咧人行道搭棚仔，互人违规停车。警方是到场要求甲火拍花，嘛甲这违停的车辆来开罚单。因那市府是表示讲，伫咧大路烧金纸违反着道交条例，而且也涉犯着社违法甲空污法，会派人去稽查开罚单。 一群人为长伫烧的纸钱甲王船，还佫有人摕长棍啊伫拉，这幕互民众看甲感觉奇怪，因为伫烧的地点伫高雄主要的交通大路民权二路顶悬。警察局给你回函是这样吗？警方有接到检举到场了后，要求甲火翕无化，因为举办祭祀活动的宗教团体虽然申请落款，警方无许可会当伫咧遮烧物件。这场活动去互附近的大楼住户，指控为着方便伫人行道搭边仔，爱民众甲车停伫边仔内，煞地书去互警方开单。 刚好，如果骑车快的或者是开车快，没有看到这种东西，然后这样骑过去，就是会有那种安全疑虑的。宗教活动可能大家都好像都会比较睁只眼闭只眼，对啊。但是如果是在大马路这样烧，好像的确是有点，安全上的确是会有点。到场及时制止，并喝令及时将火势扑灭，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2款。 规定自单举发。环保局感觉恐惊违反空污法，初早起派人到现场调查，违反规定的相关会罚10万，并要求限期改善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其实在做事我们都很小心，我们现在都有铺那个沙子，不是说你就在柏路上，而且水也准备好了，好灭火器的啦。这些旅行车的。 我们找罚单，讲他愿意去负责。活动违反2项道交条例，已经互人开单告函，嘛恐惊因为违反空污法互人开单，甚至伫公共场所烧物件有危害安全的顾虑者，恐惊涉犯社会特殊维护法，由警方介入调查。宗教团体回应，办理祭祀活动是延续往年的方式，若是违反政府相关规定，后续一定会配合改善。记者采访报道。